你看一出现在觀眾面前就是一個大肚婆的形象，這至少跟我以前有很大的出入吧。當然我不可能一直用這種形象演完這個戲，那樣肯定沒人看了。今次俠女闖天關中嘅趙薇，可算係佢從影以嚟最大突破嘅演出，事關佢要做到一劇兩角三造型。喺劇中，趙薇除咗要飾演可愛活潑、武功高強嘅俠女陸劍萍之外，仲不時要男扮女裝。另外，佢仲要分演另外一個角色，就係劇中自己嘅母親，真係少啲演技啊，都搞唔掂啊！可能他們都希望我可以多一點去發揮一下吧，所以又演媽媽又演女兒啊，這樣子，所以要跟老公談戀愛啊，要當這個人的女兒啊，很矛盾啊。除咗趙薇，當然不可不提劇中佢嘅情人吳奇隆啦。聽朱延平講，吳奇隆喺劇中將會夾喺恩義愛恨之間，仲要同趙薇生死決鬥添。吳奇隆嗰個角色點解會選佢啊？吳奇隆這部戲啊，他比較一開始沒有考慮到他。